继续来看世界壮年运动会，有参赛者来质疑，讲这个比赛前点名减录的规定是一个形式，根本就无作用。因为伊参加飞盘比赛，拢用到比赛前1点钟录，伊的对手也未出现。主办单位是来回应讲，为着要让更较侪选手有机会参加比赛，所以点名减录采取着单程的认定，只要比赛前出现，就会使哩咯。两队选手穿黑色和白色的球衣，伫咧草坡比飞盘比赛。左边 ，nice。赶紧甲飞盘传互队员，申报世总运飞盘比赛，小林说3天伫咧台北花中和平公园举办。不过有参赛者投诉比赛时间是10点，伊规定9点就要点名减录。不过对手无到场，是要问裁判对手敢是就失去资格，裁判说安尼改线。裁判就跟我说，现在已经没有规则了，我们的对手他们9点还没有报到，如果长官突然要说他们可以参加的话，裁判还是只能让他们参加。参赛者认为，任何比赛拢有点名减录身份结束的时间点，因为现场热逼逼，比赛时间得要到，因无想要搁等浪费体力，搁一摆向裁判较近，说得到一个答案。如果说他们9点59分出现，你会让他们比赛吗？裁判就说会。参赛者认为，前几天因有一位队员因为无伫咧比赛前1点钟到场配合减录，当场失去比赛资格，今嘛接受主办人员安尼处理。不过规则现就是安尼，那会变作是上讲的才准绳。世总运主办单位强调，对迄项的情形会去了解，秉持着鼓励全民参与、促进国际交流的精神，在不影响整体的赛事流程的前提之下，虽然有选手不能在减录的时间内抵达，技术代表也会请对手稍微等候。主办单位解说，任何比赛拢会照规则来举办，为了鼓励选手参加比赛，对比赛进行点名减录的时间无达上限。若是比赛开始前到场地赛，所以裁判才会请参赛者各加等一下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